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发展加东南亚也个澳洲的关系，其中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是做底壳角色，伫民间促进交流。基金会到今已经满6年了，因要举办新南向政策论坛，讨论着因的成果甲未来方向。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来到现场分享，讲未来政府会继续用产业实力结合科技发展外交。设计两个庆祝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第6周年。台亚会是专注咧东南亚、南亚事务，落实新南向政策的底壳。台亚会表示，伫因甲官方的合作之下，过去6年成功推动台湾参东南亚的底壳、公民青年甲 NGO 等等非官方的交流。不只是办好预算论坛、担任智库，作为政府旗舰计划的代言人，我们也自己开拓了一些行动方案，能够做一些政府在公领域部分不便做或不能做或不方便做的工作。台亚会也伫7月8日举办新南向新展望的论坛，外交部长林佳龙、新加坡、越南等等国家的代表拢到场参与。林佳龙表示，经过蔡英文前总统的5大创新产业，到即马赖清德总统5大新来产业，台湾会继续透过产业实力来发展外交。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数位科技把台湾的这个数位国力也可以延伸，去造福更多的地区跟人民。我们有很多的隐形冠军，但是我们的隐形冠军不是只有在半导体，我们在各行各业百工百业，从纺织到所有的这些螺丝螺帽，台湾都有非常好的产业实力。根据经济部统计，台湾出口到中港澳的比例，这3年为43.9%，降到只有35.2%。相对出口到东南亚、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等地区的比例豆豆提悬。行政院经贸单判办公室表示，这显示台湾透过新南向政策，有达到避免贸易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，出口国也渐渐走向多元化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